天文台喺今日下午12:10及12:55分別發出紅色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渠務署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同時喺下午12:10啟動，並派遣超過110隊緊急應變隊伍處理水浸報告。天文台喺下午1:10發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新界北部，尤其是係元朗、新田及牛潭尾、上水打鼓嶺一帶，正受大雨影響。渠務署已進行水浸風險評估，因潮水位高及大雨疊加效應，估計喺新界北嘅低窪地區，例如坪輋、打鼓嶺及蛇湖圍，可能會出現水浸。估計水浸深度或超過300毫米。渠務署呼籲市民應留意暴雨所帶嚟嘅風險，及早做好防禦措施，並呼籲居住喺水浸風險較高地區嘅市民及早遷離居所或到庇護中心暫避。截至下午1時，我哋共確認3宗水浸報告，分別位於新田永平村、坪輋里屋以及粉錦公路。我哋已經即時派遣緊急應變隊伍及強力排水機械人跟進，現正全力處理有關嘅水浸個案。喺天氣唔穩定嘅情況下，渠務署會繼續同天文台及路政署保持緊密聯繫及合作，保持戒備及快速派遣緊急應變隊伍，迅速處理及清除水浸。喺惡劣天氣情況底下，暴雨可能會令河水突然暴漲。為保障生命安全，市民應遠離河道及排水道。如果市民發現排水設施淤塞或者水浸，請致電24小時渠務熱線23001110通知我哋，我哋會盡快派隊伍處理。